台南市北区大兴街一对翁仔某打对澳洲回来，煞掉伫厝里的电梯内底2天哦，亲人拢联络袂到人。昨暗时去厝里找人，听到讲有人在喊救命，赶紧来通报消防人员。加在这2个人哦，意识拢个真清楚，也毋过是有脱水的现象，嘛赶紧送病院急救。查甫人互送去哩救护车，若因太太意识也清楚，会当家己行路。这对翁仔某14才拄位澳洲，返来台南北区大兴街的徛家厝，毋过亲人煞拢联络袂到因。昨日暗时去厝内找人，才发现2个人拢掉伫咧电梯内底，赶紧通报消防人员来协助。然后患者主诉啊，因为礼拜天啊，他就晚上就因为不明原因就被困在里面。然后到达今天应该是2天了啊，没有吃没有喝，他们就卡在3楼跟4楼中间，将人员救出，然后都意识清楚。总有听到迄查甫咧喊，啊，毋过你拢无法度，我便内底听到，我就走出来，走出来就无声就无声啊。该到我昨暗，迄查某老母来，老爸老母来，咧收，较查某答应，较知影。厝边讲有听到人咧喊救人，毋过煞毋知影为倒位传出来的。若掉伫电梯内底的原因是会个了解。事实上，一般公共场所的电梯拢有固定时间保养，万不伊常常发生事故，会当透过电梯内底对外联络的无线电求助。毋过，一般徛家厝内底的电梯无线电是无法度对外联络的。假使厝内若无人，就真恶求助，所以有一寡民众会按室内电话。8年没有找我们保养啊，接线啊，或者是它的电梯的一些控制板可能有一些故障，因为这个我们比较没办法去推测的。客户在入住之前可以向中华电信来申请，那确定接通之后，当未来这边如果说当电梯里面有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。业者表示，主要原因可能是电梯无保养，民众就爱定期维护。若消防局嘛呼吁民众，若是掉伫电梯内底，就爱保持冷静，等待救援。透过无线电甲外界联络，另外嘛会当家己按对外的电话，安尼拄到状况才会当赶紧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